都市，夜晚竟闪烁，就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胭脂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像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，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无啊。阿玉啊，你是安那咧油头甲面啊？人讲母仔共心，无影无一只。迄米粉我自细汉念到大汉，遐尼照顾伊。伊即摆甲推过讲啥物哦？我甲问哦，讲唔插我，也唔甲我讲啦。免烦恼啦，较早囝唔插你，还佫有我的啊。刘丁啊，讲正经的啦，嫁你吼确实袂歹啦。几啊十年来吼，你对我真照顾，阿妈吼真疼我啦。有影啦，是你唔敢嫌到学了。对啦，刘丁啊，你顶届吼，讲要带我出国去游览，咱是伫当时要去啊？哎，开爱讲钱要创啥啦？开工钱？无当你是凊彩甲我讲的咧骗我我咧骗你啦！我是想讲哦，咱台湾的风景区哦，也佫足济，咱嘛拢也唔捌去过啊，但正是出国要创啥啦？所以哦，咱这块点哦，先去甲行行透透，我才带你来出国，安尼好无？好啦好啦，凊彩你啦。推哥转来啊，我来甲门口卖。推哥呀，你是去倒位啊？我出去行行呢。推哥呀，阮美芬吼是甲你讲啥？讲要你较早抱孙的。哎呦，刘丁呀，你有听到无？咱美芬甲推哥啊讲哦，要来较早抱孙的啦。哎呦，但你嘛有够三八，但美芬要生囝的代志，哪有可能走去甲推哥讲啦？对吼。推哥哪甲我讲这个耍笑咧？不用，我要来问伊一下。推哥啊，阮美芬吼到底甲你讲啥啦？阿玉啊，林美芬也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，伊着好心甲我讲一寡代志，我实在真感谢伊。也毋过啊，我嘛有甲伊约束，无论安怎拢免个讲出来，所以你也莫问我，也莫去问林美芬啊啦，吼，拜托你。好啦好啦，也毋过吼，恁愈毋讲吼，我愈想要知影啦。推哥诶，拜托的啦，你嘛甲我讲一点啊，一点啊就好啦。阿玉啊，你是想要创啥物啦？是毋是要买菜？无啦无啦，我迄用煞袂记我要创啥物啦。哦，对啦，我是要问讲哦，阿瑞啊最近有较好无啦？对啊，免搁等啦，你毋免搁再烦恼来宝的代志，有可能来宝啊，即马甲过去无共款，困欠拍拼，变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
你哪会知？敢讲你有看到伊？无啦，无你哪会知？伊即摆认真拍拼。药嘛知影，大宝啊，自细汉的时，伊的头壳就袂歹，考试定定考第1名。自从伊入学了后，无得较对受感冒，脱胎换骨，变做一个好人。变做一个好人，煞变甲无爱怜家己的老母。这我嘛唔知，伊心肝内伫咧想啥，咱嘛晓袂着。总讲一句话，伊即摆哦受教，伊袂搁再犯错，所以你也免为来宝啊伫咧操心。你若要安尼继续落去哦，身体是会怕歹，安尼时到救我是要安怎？你别去，我煮暗顿互你食。小英刚做好啊，阿母身体无好，伊咧饲阿母食，你紧去食啊。哎呀，你无食嘛袂用咧，行，你别去。歹势啊，无你的稳准，就入来你的工寮，你袂见怪吼。嘛毋知影你爱食啥，我著凊彩买一罐，你凊彩食啦。食饭啊？去诶，来啉茶啦，都阿泡的。你啊，你今仔来遐尔啊体贴，专工泡茶要我啉。即阵仔吼，互你家己无用生意，也拢无甲你斗骹手，真歹势啊！啊，人啊无代哪会要安尼讲？实在讲，今仔日哦，咱也毋是讲趁食人，无趁袂用日吼。我看伊安心情遐尔啊歹，我应该啊，着爱踮身躯边陪伴你才对。讲歹势的人，应该是我。对的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愈想愈感觉家己毋对。是啥物代志？过去为着来宝代志，我定定甲你冤家，有当时甲你骂甲足歹听的，足过分的，我实在是足不应该的。这代志你还阁藏伫咧心肝内啦。翁仔某斗阵为着10年啊，哪有可能讲拢袂冤家？也会冤家的起因，嘛是为着你要顾囝，这我袂去怪你啦。你免安慰我，我知影我家己的缺点。过去来宝若出代志，你若骂伊，我就大声甲你吐槽。虽然你的面相是有较歹看，但毋过我嘛要用家大声后，伫囡仔面头前反驳你。其实来宝苦涩我听伊，才会一错再错。对啊，公事莫提起。今仔咱上毋忙的，就是来宝，伊着爱会晓珍惜你对伊爱心，无好啊做，安尼你对伊爱才袂白费。相信一定做会到。瑞
今仔泡一泡茶哦，特别芳呢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自从你来工地，我就发现你甲别人无共款。向领班探听，大概了解你的过去。听到儿子送的话，我知影你是为着要转去，还是毋转去咧烦恼。我是真欣赏，你还阁有情人在等你。我嘞，我甲你共款，嘛是为家路帮助。自细汉，都互人等你家仔路，是第一个你应大汉。无钱，无食，我的心肝里真希望会当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所以，我拄着头一个爱人，我就嫁予伊。想不到，伊竟然是一个骄徒，伊跋筊私情，都想要甲我压去走仔去。我拼性命反抗，煞物失手就伊开始。我刚才。包括真同情我，看我一年，都放我出来，我拼命，最坎苦，都是我。是想讲，伊当暂时将过去的痛苦拢放我袂记。不过，我的心肝内，永远是毋望会当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真遗憾。我啥物拢无，我一个亲情都无。你大概会笑我，笑我遐尔高位，甲一个毋知叫啥物人名的人讲遐尔多。不过，自你来工地，我就真注意你。我发现。你是一个意志真坚强的查某人，我唔知影到底有啥物代志，会当互你遐尔歹做决定。我唔知影是安怎，甲你讲遐尔多话。真歹势。啊哈。真多谢你，多谢你，甲我讲遐尔多。对啊，咱就当伫你出来创啥的啦？工课哪会使拢放互你做，请假趁钱，我嘛有责任的。好啊啦，恁扫扫，我要去挂货。
丁啊，我看阿瑞啊精神哦，真正常了。啊，你啊当然嘛正常。啊，你想讲伊早捌得过精神病啊？我是讲吼，伊无搁油头甲面吼，啊人嘛较瘦较水呢。刘丁的啊，我看我嘛来买减肥药来食看卖，看会较瘦袂？人哦，天生自然就好啦。啊，你安尼啊无够瘦哦。你哦，若搁白食药啊，以后哦，就长啊剩一支骨啊。啊，你是嫌我伤瘦歹看，无够肉感？有啦有啦，你有够水啦。安尼哦，刘丁的啊，啊到底是我较水，还是阿瑞较水？这是要安怎讲的？啊，你有你的水款啦，啊阿瑞有阿瑞的水款啦。无啦，正经要比吼，应该是啥人较水啦？当然嘛是阿瑞，较歹啦。好佳哉，你还阁知影会长腕，啊无你就讨皮疼啦。我哪有遐讲呢？要毋过刘丁啊，看你安尼空空笑笑吼，毋过咱嘛过了真幸福呢。无亲像迄退过因翁仔某，为着囡仔的代志，逐工安尼吵吵闹闹。好佳哉，咱美云吼，将来都毋捌互咱操烦过啦。迄是你哦，交做老母啦。是你甲我做老爸啦。有啦，咱两个拢足够的啦。喂，哦，美云啊，啊你太咧哭咧，啊是毋是阮弟啊欺负你啊？哦，毋是哦，啥物啊？你讲啥？你搁讲一摆，阮弟人即摆伫病院哦。咱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疼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阮弟人即摆伫病院哦。喂，美云啊，问题啊，即摆人唔过来，倒一间病院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莫哭你莫哭，我看恁母也水来啦，啊！阿娘啊，是安怎啦？有啥代志啊？刘丁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着问题去办抓人，啊去寻着庆子啦。心，你这推过来，你帮我掂顾者顾者。好啦好，你去啦，紧来病院啦，紧来病院啦。哎，无代无志，哪会变安尼？一间对啦，叫你去。啥物啥代志？阮囝婿人倒伫内底，我要入去看伊啦。对啦，妈，你内底最好看一身份证你有查无啦？我哪会想着要查身份证？这阮查囝啦，我要入来去啊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刘丁的啊，这是要安怎啦？那连喘气都无啦。啥物袂喘气啊？你莫用袂讲啦。你问的啊，问题会死袂啦？阿母，学玉啊，你嘛去拜托的好无？迄问题咱的囝婿，你安尼开嘴合嘴，什么你会死无？你安尼讲敢对哦？我这个乌仔嘴拢安尼乌白讲啦。你问的阿母的意思哦，是问讲问题有严重无啦？医生讲哦，性命大概是无危险啦。唔过安怎啦？病情若恶化，会安怎都唔知影。哎呦喂啊，刘丁的啊！我看啦。哭啥啦？问题是咱的囝婿，啊伊病情若继续恶化落去，咱就无囝婿啊！你敢袂烦恼？我哪有讲袂烦恼啦？但是你好像无听美云咧讲，讲医生讲吼已经无性命危险，所以哦问题上一定会好起来啦。对哦，我这头壳敢若歹去的啦，好的唔伤，转位歹会伤伊啦。好啦好啦，莫搁等下上大洗衫好无？我去来甲滚身者。对哦，我煞袂记来这要创啥啦。行啦行啦。对啦。你问的啊，乖啦，你唔通烦恼啦，唔免伤心啦。这不管问题今仔变安那吼，伊也是我的好囝婿啦。你啦，问题好起来啦。对啦。刘丁啊，安尼唔对呢。你是咧唔对啥啦？这问题是因公受伤，这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呢。你甲看，太今仔一个警员伫遐咧顾尔，大官拢无来啊。大官？对啊。大官是要来创啥啦？什么要来创啥？安尼无公平啦！迄有的人受伤吼，迄一大堆大官拢去遐看，花拿吼对遮摆甲鸡仔落去呢。你看咱囝婿问题啦，哎呦，
花敢若连半蕊花都无啦，那安尼互你无公平啦，一点仔天理都无啦。阿母，恁是来关心问题，还是来搭喙鼓的？美魂啊，你太安尼讲啦，我是替我的囝婿吼争一个民主的，安尼敢唔对？对，你安尼讲无唔对，民主是真重要，但是咱问题的上会当较紧好起来，这才是上重要的啦。对啦，你都要赶紧好起来。我你叫我是要安怎？有影啦，问题的你赶紧找去啊，啊无连阿母都唔知影要安怎啦。为着你今仔日要来找阿我，弥陀佛，为在期待新年新气象，我布袋和尚报恁看好戏。好酒定瓮底，好戏看后尾。人讲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有影无？明仔载请继续收看。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，安怎拢袂是？